来看宜兰县大溪乡的利用进度已经传承227档，原本只是要超度水中的亡魂，最近改伫5、2节来举办。甲传统的培龙船无啥共，这无输赢是求平安哦。这是宜兰县民俗文化的资产，伫这个月30日，嘛欢迎民众一同去体验。 拍落飞船，不过真少看，会当发现这只船是无龙头，和一般5月节的龙船完全无同款。宜兰大溪利龙村，当年的5月节拢会举办利龙白龙船的活动，是真有地方特色。基本上甲酒仔尾，拢来做一个无奖金哦，敢若求咱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的这个活动。 社区二早举办宣传活动，利龙白龙船已经传承227档，原底只是庄头有用的时，为着超度水中的亡魂，才开始白龙船分做顶下装2只船来比赛。最近几年才改做伫5月节长工举办，不过白龙船是求平安的，并不是要拼输赢。 东山乡最近几日举办龙船赛，连续发生船只伫比赛过程当中沉落去的情形。参与数十年利龙白龙船的队员表示，利龙的龙船是较深较快，较袂入水，而且船员拢经验丰富。只要船头的人莫白甲上深，互船只入水就袂沉船。 握的桨握的方式是属于反桨，跟他们正桨在握就是相反过来。相对的，我们在出力上会比较方便。也那5月节白龙船的长工，社区也准备体验船，互民众会当来爬船。社区表示，为着安全，每一位上船体验的民众拢爱穿救生衫，而且无分查甫查某拢会当上船，欢迎民众做伙来参与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